请继续来看每一年哦，这个热天、秋天交替这段时间，都是采玉这种的水饺生团的季节。采玉的台语，有人讲土龙沟啊，嘛有人讲骨夹马。10月开始是看骨夹马这种的水饺上好的时阵，真侪摄影师赶到宜兰的水田对踪摄影。这个骨夹马囝真古水。若骨夹马妈妈玩啊真水，甚至有宜兰的乡亲来建议，都互骨夹马来将做宜兰的管教。某会伫吹伴，每一年夏秋之间，骨夹马就会开始生团，到10月时就开始进入上好的观察期。某的毛真水，对着有危险的时会天生吓对方，因为骨夹马也是叫土人狗啊，伊的食真水，所以讲有真侪摄影师真爱翕。啊，讲到即款鸟啊，爱讲到因特殊的习性，伫台湾600多种的鸟类当中，是真少数是挺一切多虎的鸟啊。它是公鸟哦，就是鸟爸爸负责孵蛋，还有育雏，把小孩子孵出来之后，然后带到长大，让小孩子独立起来。伫全界镜头中会使看到，即只公的带4只囝伫水田内底讨食，这个模样真正有够古锥。今年7、8月份，宜兰地区较无雨，造成这个囝成长较困难，甲去年同期比较起来，自受率差不多敢若8成尔。加在到9月份开始，陆续有伫落雨。鸡生真济，这款鸟啊真受欢迎，好真侪县民毋茫讲会使互因变成管鸟。那我们正在县政府这边会持续的研议一个评选办法，那也欢迎各界一起来推荐我们的县长候选人。不管讲是不是变成管鸟，骨夹马已经变成宜兰秋冬的季节上水的特色之一。咱的乡亲老早相机，嘛使好好啊翕到因古水的身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